各位馬迷朋友，你哋好啊！歡迎嚟到重錘 Ryan 賽馬公路頻道，我哋嘅節目主持重錘 Ryan。2025年10月30號星期四，沙田會上演8場嘅泥地夜賽。泥地會採用全天候跑道，今期已經踏第15期嘅賽事。注意翻頭場開跑時間係7點15分。泥地嘅賽事呢，就會受到呢個天雨影響㗎。最近呢一兩日呢，比較陰天，咁就可能呢都有啲毛毛細雨㗎。咁可能場地呢都會起少少變化，大家都要臨場注意翻啦。咁之前呢已經出咗2條片㗎啦，分別呢就係第2場5班泥地1200米賽事，以及第3場4班泥地1200米賽事。咁呢一集呢，就係呢王牌節目孖 T 嘅場次第3口孖 T 嘅第5場4班泥地1200米，以及第6場4班泥地1600米嘅賽事。我率先呢就會為大家呢剖析第6場4班1650米嘅泥地賽事先。咁呢場馬相當之複雜㗎，有好多實力馬呢畫唔死嘅。咁我就搏一匹呢，希望金城江呢就開齋啦憑住級數會高啲，毅然呢轉過嚟呢泥地試一試喎。咁呢場馬呢，其實呢會幾好玩嘅，我勸大家呢可以整一注呢鐵角嘅連贏及位置 Q 呢連贏先啦，因為呢有3匹馬呢3強鼎立嘅，我覺得呢有賠率值得搏嘅。一隻呢就係2號嘅瑞奇威風，一隻呢就係10號嘅海洋帝君，一隻就係14號嘅大利好運。3匹馬呢各勝擅長㗎，尤其呢最值得搏嗰隻冷門10號海洋帝君呢匹馬已經試準咗，真情泥地一定啱，而且一定冷門。我預計呢匹馬起碼有20-30倍，好值得大家搏。不過論質素嚟講，2號嘅瑞奇威風呢就超晒嘅。今次夠要個2檔呢，佢會好好跑。我相信呢，金城江一定搏甩比。上次呢，金城江開齋都係靠姚本輝嘅，俾佢贏3場，咁就呢3場之後就離開香港嘅。希望今次呢，佢有泥地全泥夜宴啦。呢個騎師跑泥地就跑高啲啦，有埋2檔幫手，呢一匹馬希望順利開齋。睇睇2號瑞奇威風係匹咩馬先？其實上一期呢，我已經係提供㗎啦，不過佢可能呢試一試馬啦，咁就今次呢，再嚟跑過㗎。瑞奇威風嚟自姚本輝馬房，配上金城江133磅57分2檔。笠住個頭套，交叉鼻高4歲嘅英國自購馬嚟嘅。咁呢匹自購馬呢個評分由70分減到落嚟57分，佢有3落4嘅威力㗎啦。睇翻呢場馬有步速形勢嘅12個精明選擇一定會快放。咁仲有呢3號嘅士登、6號嘅川河營區、11號嘅青春力量都會選擇喺前面走㗎，甚至乎有派頭都會喺前領守住好位，飛騰追都唔會太慢嘅。14檔就考一考佢啦。咁呢場呢，正常步速嘅，守住喺裏邊嘅位置呢個2號嘅瑞奇威風呢，希望直路上面打得開呢，就有末段嘅爆炸力㗎咯喎。呢隻瑞奇威風，我睇睇佢呢啲海外戰績先。其實呢，佢喺海外戰績贏膠沙底1600米嘅賽事㗎，咁反映到呢膠沙地呢應該係得嘅。咁另外咧喺血統上面啦，嚟自咧傾命嘅子字嘅，咁應該咧媽媽嗰邊咧出自美國血統添㗎，咁應該泥地咧係 OK 嘅，血統可以，海外戰績可以，咁泥地喺香港未跑過嘅，唔需要擔心。同埋咧喺1600米佢上過名嘅，喺上季咧我已經之前嗰條片咧都講過啦。如果大家有睇翻啦，727場次，佢輸俾咧飛輪布同埋君子傳承，贏嗰隻咧叫做鐵金剛超易穩艾利奧，呢啲全部3班中堅分子。咁而家佢落4班咧，佢又有少少超地㗎啦。1600米一定係正宗，最啱佢跑㗎啦。嗰場馬跑1分35秒07，同標準時間咧爭咗0.3秒到啦。咁贏超易穩，贏艾利奧夠砌㗎啦，艾利奧都喺3班入位㗎嘛。咁呢隻瑞奇威風呢，初次入位呢已經係出色㗎啦，跑末段做個23秒01全場第2快嘅末段時間嚟㗎，幾好㗎咯喎。睇睇呢場馬點樣入位先啦。今期時排住9檔嘅
粉紅色帽白色衫嗰隻咧就係瑞奇威風，前面方頭艾利奧啊好易認嘅啫，5號仔黑紅色衫嗰件啦。而家留數尾5位置粉紅色帽白衫嗰隻咧就係呢隻瑞奇威風，拍住裡面橙色衫嗰隻就係超易穩，前面推幾步咧紅衫嗰隻就係君子傳承嚟㗎。咁呢度瑞奇威風壓住個二碟啦，呢度好跑啦，前面方頭天威啊、艾利奧啊，第3個飛輪步啊，第4咧裏面咧就係你勁進光輝啦，出面咧金聖明區，中間藍色衫嗰隻咧就係鐵金剛啊，走3碟嗰隻東方飛影啦，裏面有隻堅闖啦，之後仲有紅衫君子傳承，二碟咧就係瑞奇威風，尾4位置超易穩，尾3咧就係同益線啊，尾2啊明亮天下。咁啊前面放頭啦，放得唔去太快啊，慢步速嚟嘅喎，天威拍住咧隻飛輪步喎，飛輪步擒到上嚟喎，第3位咧金聖明區，裏面有隻艾利奧啊，中間有隻鐵金剛，3碟嗰隻咧東方飛影啊，跟住後面仲有君子傳承啊，裏面咧就勁進光輝啊，中間瑞奇威風啊，走5碟嗰隻超易穩啊，中間仲有隻明亮天下，尾2咧就係堅闖啊，呢隻咧瑞奇威風咧喺裏面等位喎，二碟啊喺後面嗰格啊，希望有位捐上嚟，前面方頭咧就係天威啊，隔離嗰隻飛輪步啊輕輕鬆鬆啦，鄧子峰啦，中間有隻咧鐵金剛金聖明區啊，外邊仲有上嚟鏟上嚟咧就君子傳承，拍住一隻瑞奇威風啊，前面走甩咗啦飛輪步啊第2位咧鐵金剛喺面食 Q 啦，後面咧上嚟咧就係隻瑞奇威風同埋君子傳承，但係外檔仲有隻超易穩啊，君子傳承咧立咗個第2，第3就係瑞奇威風，第4咧就係鐵金剛，所以鐵金剛就唔叻㗎。咁反觀咧啱啱初起嘅階段咧嗰隻咧瑞奇威風咧都幾韌嘅喎。末段咧都灌注到底，攞咗個第3啊，爆咗個大冷門。咁呢度咧爆咗50倍嘅第3，顯然咧3班都有能力入位㗎。當其時咧孭住咧121磅，配住周俊樂㗎。咁呢隻馬都幾襟砌、襟熬、襟砌嘅，1080零磅嘅馬仔咧都幾大隻嘅喎個鬥心都幾好㗎。咁入完位之後咧要調整啦，當然啦50倍啊舐舐嘴啦，跑個位置唔好再攻堅㗎啦，立心減分落班上場咧個走位咧非常掩樣90場次周俊樂咧亂跑一通咁喺裏邊咧守住個二碟，然後跟住馬囉友咧就唔肯上㗎，嗰場馬咧個走跑法咧非常之有問題㗎。我哋睇睇點跑132磅嗰陣時落咗嚟4班㗎啦，配住周俊樂今次咧就換人㗎啦。周俊樂都冇得騎就換上咧呢個瑞奇威風咧就換上金城江反而咧周俊樂騎咗隻叫士登係冇機會嘅馬嚟㗎。咁肯定呢匹咧瑞奇威風係立心決心換人㗎。我哋睇下呢隻馬點跑上場，混吉嘅跑法90場次，咁輸俾對手咧就係小飛俠，佢贏隻海船幸運呢啲馬可以嘅，輸俾林美好精神、開心宇宙、彭越上場係冇跑過啦。你睇睇點跑啦。排住9檔，瑞奇威風9檔一出閘咧唔算太慢，但係俾2步咧明顯唔夠快裏邊嗰啲咧小飛俠標企飛喺度咧放頭喎，出面有隻特別美麗啦、開心宇宙呢啲放頭見到咧隻好整以下嗰隻瑞奇威風咧外碟啦都唔肯埋嚟嘅喎。應該咧暫時咧係尾4位置啦，隔離嗰隻江南勇士嚟㗎，沿途走住4碟喎，都幾失望㗎。前面放頭啦，拉到口抹抹嗰隻咧就係標企飛啦，中間咧就小飛俠，外邊上嚟咧排第2嗰隻咧就係開心宇宙，第4係彭越，第5咧就係呢隻咧實力嚟嘅。出面有隻江南勇士裏邊有隻林寶精神呢啲馬啦，咁見到咧隻瑞奇威風暫時喺尾4位置啦，守住2碟嘅，3碟嗰隻咧特別美麗嚟㗎。咁呢度開始轉彎啦比兩比咧就跟翻前蝕多少啦但係都係尾4位置㗎。咁呢個位置咧比較慘啲㗎，沿途都3碟㗎，前面放頭啦，標企飛啦，開心宇宙啦，小飛俠啦，彭越啦，外面5碟嗰隻咧就係江南勇士轉出去咧嗰隻咧本領輝煌喎。咁見到咧瑞奇威風咧轉呢個彎咧都要5碟㗎，就跟住隻本領輝煌咧一齊衝出去㗎。咁跟住馬騮友咧完全冇望空過嘅。咁前面咧開心宇宙咧拍住隻小飛俠啦上嚟咧出面咧藍色眼罩彭越啦，外面咧有隻本領輝煌，見到呢隻瑞奇威風咧一路叫出嚟都叫唔到㗎，外面嗰隻咧特別美麗封埋佢個出位咧，咁要等隻特別美麗走咗去咧佢先拉出嚟衝㗎，但末段咧越衝越勁㗎，呢隻瑞奇威風末段咧時間23秒71，全場第4快嘅末段時間。反映咧見到咧直路初咧個騎師咧一路跟住咧隻本領輝煌個pat pat 後邊㗎，咁就冇望空到㗎，直至咧臨尾嗰100咧望空先再次衝刺
咁見到咧贏馬嗰隻林寶精神，第二咧就係開心宇宙，第三咧就係彭越，第四咧就特別美麗。見到呢隻瑞奇威風咧，只係跑第7，輸5個馬位，佢跑1分35秒17咧，同標準時間都差唔多嘅啫，係可以接受嘅。咁啊又一次混吉嘅情況㗎啦。咁呢匹馬咧已經係多次試準咗㗎啦。之前咧用潘大衛排住1檔，沿途又係塞車㗎，末段咧走個22秒96啦。呢場連續守住1檔，不過遇上咧一個比較慢嘅步速，裡面塞車嘅。喺400米處一段短嘅路程咧受困而未能望空嘅，又係當佢冇跑過啦，根本冇一次咧兜出嚟衝咧，佢咧有個表現俾我睇嘅。呢隻馬咧要望空㗎，兜出嚟衝咧佢嘅威力係大嘅，而且咧個末段爆炸力係好嘅。4歲嘅北半球馬仍然有進步空間，而家係評分新低嚟嘅。血統上面啦，頭先睇過啦，媽媽會出自咧母系嗰邊血統咧係有美國種嘅，泥地一定得㗎，16米一定啱嘅。咁操練上面啦，佢嚟上場賽後咧隔翻18日再出賽，3個禮拜跳得3課，全部功夫齊整。唔好忘記10月27號最後快試，頭段27秒7，末段22秒4啊！22秒4係一個辣嘅功夫，明顯加強㗎啦。刻意配呢個金城江嘅，咁金城江跑中距離亦都耍家啦。金城江同姚本輝今季合作0比9，上季3冠1亞，3季嘅成績係相當之亮麗㗎。之前係合作伙伴嚟㗎，所以咧經過1季2個月之後咧，大家唔需要擔心，佢一定會有交收嘅。呢匹馬高度關注，我覺得有賠率好適合大家搏㗎。我作為大膽咧，作為馬膽嘅首選，因為佢3班入過 Q 嘅級數夠高，有個靚檔，而且用金城江保證冷門，我大膽起用呢隻馬買 Win Pay 兼夾3重彩4重彩膽，2號瑞奇威風搏多一鋪，單 Q 搏14號。大利好運啦！我之前都搏過啦，曾經咧喺48場次僅咧跑第4，輸1有4分3馬位。咁呢匹馬始終咧跑1650係耍家啲嘅，佢今次呢個磅咧上翻1088磅啊，重翻16磅，同佢贏馬嘅時候咧重咗成20磅嘅。咁咧明顯係大隻咗㗎，咁排住12檔冇問題啦。佢要靠後上嘅，呢個路程咧跑過5次，1冠1亞，1季嘅成績。艾少禮同蔡約翰今季就差啲，一個亞軍1次第3，咁上季係堅㗎，8冠7亞，6季嘅成績。蔡約翰嘅馬開始嚟緊㗎啦，大家都要高度關注啊！呢匹馬咧曾經喺泥地咧相當好㗎，咁喺1200米咧就唔夠長唔夠速度啦，所以追唔切啦。但係1650咧，佢經常咧跑得好好㗎。720場次呢場超慢步速，佢竟然可以末段時間23秒15啊！全場第一快嘅末段時間追翻嚟跑個位置，輸2有4分3馬位已經相當出色㗎啦。末段時間23秒15係全場第一快，1分40秒95啊！佢輸俾天使名區，天使名區贏成4班贏3節㗎，咁新二馬咧贏4班咧都贏到冇得跑嘅，反映呢兩隻咧就高啲嘅。大利好運經常可以末段咧爆一段勁嘅，4班中堅分子而家41分係評分新低㗎啦，咁仲有好多進步空間嘅。呢匹6歲仔咧未盡退化㗎。咁之前啦662場次啦，埋門買到88蚊，狂落飛14檔一樣跑第2啊！佢跑1分39秒32，亦都同標準時間咧爭0.2秒到，表現極佳啊！贏隻天使名區，天使名區贏到4班冇得跑啊，贏條街啊！咁呢隻馬比天使名區更加強啊！當其時120磅，而家117磅，當其時14檔，而家係12檔，反映到咧而家嘅機會擺咗喺度㗎啦。咁蔡約翰嘅馬咧跑嚟上嚟咧越跑越好嘅啫，只會咁操練上面咧，佢嚟上場賽後救翻18再出賽，隔3個禮拜跳咗3課嘅，有拍跳功夫有游水嘅，咁功夫齊整。10月27號最後快試頭段36，末段25秒8，拍隻勁者同埋幸運同行，有拍跳功夫，而且個磅升翻上去嘅，即係話食得瞓得，操大隻咗下，體力充沛㗎啦。咁呢匹馬係機會馬之嚟嘅，係同情實力馬嚟嘅，單 Q 搏一搏，瑞奇威風大利好運。1拖3嘅 Q 嘅第一隻拖要拖埋隻10號嘅海洋帝君，呢匹馬咧亦都係好值得大家搏㗎。嗱，睇翻啲海外賽績啦，其實佢贏膠沙地1200米啊，贏大爛地1400米嘅，膠沙地嘅1400米都係上過名啊，跑第3啊。呢匹馬泥地性能係可以㗎，同埋血統上面啦都係咧1哩馬匹㗎。
爸爸嗰邊出自 More Than Ready 嘅一哩嘅泥地好手嚟㗎，咁可以跑到上2500㗎，充滿長力嘅。媽媽嗰邊咧。咁出自咧Switzel 嘅子啦，西利士嘅子啦，咁有啲成員咧都可以跑1400至2000米嘅泥地同埋長力咧就唔需要擔心㗎，一定夠嘅呢匹馬。咁今次咧換上田泰安，咁田泰安同徐雨石咧上季咧交出3冠5亞成績，今季首度咧合作嘅，咁1000磅嘅馬仔跑泥地轉彎1哩咧係好好嘅，咁之前兩仗咧延續兩仗已經肯追㗎啦，上場23秒24嘅，全場第4快嘅末段時間，再喺之前咧23秒46，全場第6快嘅末段時間已經好肯追，明顯咧就係話咧唔夠喉啊，佢要增程啊，咁1200米咧追唔切㗎啦，而家咧1650咧會再好少少，應該有權變身㗎。3檔亦都會好跑，之前喺泥地咧曾經用蔡明紹啦喺泥地試習上面咧跑第2㗎，咁反映到泥地性能應該係唔錯㗎。咁呢匹馬咧機會咧擺咗喺度實。又係會冷門㗎，應該15至20倍走唔甩㗎啦。操練上面啦，徐雨石啦嚟得好積極㗎，佢嚟上場賽後夠分2日做復課嘅，2個禮拜跳咗2課，全部跳2段嘅。咁飛機場踱步全部齊整嘅。10月25號咧進行最後快時，頭段32個8，末段29秒半。嗱，我唔知係咪呢一劑，不過咧應該都會好近嘅。呢一場應該都會有啲嘢睇㗎，佢好快會有表現嘅。一真情就要 mark 住佢㗎啦，有賠率一定要賭呢支10號海洋帝君。嗰個血統有長力，有泥地色彩，試過泥地有追勢啦。佢而家咧各樣嘢都試好晒，咁用翻個田泰安硬淨嘅功夫啦，希望搏後上鏟上嚟啦。佢係大冷門之一嚟㗎。今次排波係3檔，咬住個步速跑開1200米咧，佢有啲前速1006米唔會太厚嘅。佢知一知咧有權入冷位嘅呢隻10號海洋帝君咧係冷門之選嚟㗎。披士檔邊度咧都可以賭呢隻馬㗎，呢隻馬咧機會都唔錯㗎。另外一拖3個 Q 腳拖翻上場同程實力馬1號金區永騰啦，呢隻馬會大熱門㗎啦，上場走晒光啊！咁希威森搏殺失手上場21倍落到10倍，翻嚟短個短頭輸俾天使名區。天使名區都係堅嘅，贏嗰隻咧就加西基巴川河營區普普通通啦，頭3名馬匹彈得咗後邊嘅，佢跑1分40秒46，同標準時間差少少啦，表現真係恰可嘅啫。嗱，呢匹馬開始踏入成熟期㗎啦，5歲嘅巴西馬有評分喺手，80分減到嚟57分咧，仍然可以有水位嘅。喺海外咧賽績上面咧可以贏到上2000㗎，有啲長力嘅，有快步速幫到佢手嘅，泥地都耍家嘅，父係嚟自美國血統㗎，咁所以咧泥地一定係得㗎。媽媽咧都係嚟自美國血統嘅，兩線泥地種啊，所以咧泥地唔得咧，一定係冇人。即係泥地唔得咧，就肯定唔會㗎啦，一定係可以嘅。泥地馬咧，美國種咧好少泥地唔得嘅。操練上面咧，亦都好正常㗎。佢嚟上場賽後咧，隔翻26日再出賽，4個禮拜咧跳咗5課。咁有3課咧，希威森親試嘅，都幾重視嘅。咁10月27號最後快時，頭段31個正，末段26秒8。嗱，我稍為咧欠咗課咧拍跳功夫或者試習啊，如果有埋咧就 very good 啦。佢今次要孭到133磅㗎，咁排住10檔，亦都要靠追嘅。1200磅嘅馬仔咧，亦都係合適嘅，係同程實力馬之一，呢隻會熱門嘅，要拖住咯嚇。不過我就唔愛嚟做用心㗎啦，因為咧冇錢分啊，呢匹馬可以做 Q 膽嘅，但係咧我咧只可以1拖3嘅 Q 腳啦，我搏錢啊嘛，搏好分啦，攻擊下佢，始終未出頭啊。咁另一匹1拖5嘅3、4重彩腳咧，拖翻7號嘅本領非凡啦，已經失望咗好多次嘅。不過我覺得個評分有着數，而家減到落嚟49分啦。兼夾換人，之前咧蔡明紹好似騎唔起佢用何澤堯確保後上衝刺啦。6歲嘅紐西蘭自購馬咧冇進步空間啦。不過而家評分真係有着數啊！喺海外戰績咧跑1400米咧，交沙地啊嗰啲咧遠地嘅，泥地咧佢都好肯追嘅，跑嘅路程1次就輸咗，但係1100米上個名嘅泥地應該係得嘅。何澤堯同羅夫全今季啫0-1，上季咧有1冠3亞成績係有交收嘅。咁操練上面咧，佢嚟上場咧賽後隔翻15日再出賽，2個禮拜跳咗2課，慢功夫就尚算齊整嘅。6檔亦都好好跑，咁血統上面啦。
奧瓦尼嘅子嗣啦，同埋媽媽嗰邊出自美國種啦，亦都有少少泥地色彩嘅，起碼泥地上個名先。咁呢匹馬有分喺手，靠後上，佢有一段衝刺力嘅，唔好放頭啊！放喺前面走咧，唔啱呢匹馬嘅跑法嘅。咁呢匹馬後上咧，亦都有機會6檔，亦都好好跑，佢有氣量嘅。1650佢適應到嘅，咁所以咧我配腳之選用7號嘅本領非凡。1拖5嘅另一匹配腳就係12號精明選擇泥地最好㗎啦咁上場咧5班排住1檔，僅贏3/4馬位，贏隻午夜快車人爆熱，不過贏甩嘅135磅贏甩咧都算出色。呢個路程跑咗4次，一個冠軍2次亞軍，路程專家5歲仔仲有進步空間。咁霍雲星跑放頭馬亦都係耍家嘅，今季取得2冠冠軍，就係同咧伍彭志交收嘅。最近咧呢對拍檔咧都相當火熱，霍雲星手風亦都好順嘅。咁上場賽績啦，表現亮麗嘅，贏隻午夜快車，快時間放翻嚟，末段咧灌注到底，1分39秒5咧，同標準時間一樣。咁表現係恰可嘅，上嚟4班要考驗下啦。7檔咧亦都唔係太好跑，今場咧都有快放馬嗰啲有派頭啊、晉王勝啊嗰啲咧，飛騰追會放頭嘅，會威脅下佢佢有韌力嘅，佢都會近嘅。而家狀態 top fit 狀態，咁距離上場咧賽後咧隔翻26日再出賽，4個禮拜咧跳咗2課，1課試習嘅，試習咧有嘢睇，中檔又有餘勁㗎。咁狀態咧保持得好好，1100磅嘅馬仔已經撻着咗㗎啦。而家進入戰鬥嘅高峰期啊！咁呢匹馬咧1拖5嘅3/4重彩計咧要拖住12號嘅精明選擇。如果臨場大力放頭咧，佢會跑高啲嘅。咁佢都係機會馬之一嚟㗎，係同程實力馬之一。1拖5嘅3/4重彩腳，12號精明選擇。至於我唔要嘅馬匹，逐隻分析啦。3號士登，周俊樂揀呢隻覓跑我覺得係冇機會嘅。上場跑13輸10個馬位，有前速波冇後勁，全部散晒嘅。上季咧跑咗3次夾埋輸20個馬位，亦都係有前速冇後勁。5歲嘅北半球馬嚟㗎啦。5歲6個月咯喎，都年紀比較大㗎啦，應該咧個質素比較差啲，喺海外戰績用得好多，跑咗13場㗎啦。咁呢啲馬咧全部跑左轉㗎，要適應環境。香港搞唔掂喎，13檔亦都好難跑。血統咧亦都冇泥地色彩嘅，全部都愛爾蘭英愛馬，應該係林地變化地會好少少同埋大長途馬嚟㗎。咁海外咧贏到上1600甚至1700米㗎，應該唔係咁短。仲要長少少先得操練上面冇乜變化，佢哋上場賽後加翻39日再出賽，試翻課習咧放翻嚟之後咧，末段散晒㗎，直路騎落去咧腳軟嘅，暫遠離水準啦。10月27號咧進行最後快試，頭段30個1，末段26秒8，燈係嘅馬咧通常啲質素比較差啲，暫時觀望態度，唔要。4號有派頭。呢度嘅路程贏過啦，不過咧就係上季之前嘅事㗎啦。咁今個出賽有2次，上場稍追啦，23秒57全場第6塊。咁之後試翻個集用布文試嘅，一放到底5歲仔仲有進步空間嘅。咁呢個路程跑咗4次，一個冠軍輸咗3次。布文同沈集成今季天仙配3冠1亞。呢匹馬咧有少少神經質嘅，唔係咁容易捉㗎，經常爆冷嘅佢放得出嚟咧，亦都係有機會嘅。機會咧擺咗喺度，不過又唔算太高，我就唔好信嘅。咁上場咧見習生話佢咧出閘回慢之後咧就咧唔夠快咁1400米唔夠快，今次1650咧夠唔夠快咧？有少少疑問。試習咧有翻啲嘢睇嘅，但係我覺得咧就今季嘅狀態唔算太好咁上季贏馬嘅時候1165磅，而家係肥咗少少。上場賽後咧，隔翻26日再出賽，4個禮拜跳3課。咁布文亦都最後測試嘅，10月27號最後快試，頭段28秒2，末段23秒8嘅，拍住香港神區有壓迫功夫辣嘅功夫嚟嘅喎。咁呢匹馬咧觀望態度啦，可能會好快近嘅。而家嘅評分咧唔算太有利57分咧係算高位嚟嘅。我暫時咧觀望態度，呢匹馬咧我冇咁多位俾佢啦，唔要啦。
5號飛騰追上場送檢馬，今次排14檔，難上加難。今季出賽2次，上場跑第13，輸27個馬位，全部呢係無力一爭嘅，完全係外檔嘅，抹咗佢啦。不過之前嗰場跑第6，輸6個馬位都係失望㗎啦。上季都用得好多㗎啦，上季交出2冠1亞，已經對得太空火住㗎啦。7歲嘅香港拍賣會馬匹冇進步空間，而家評分係偏高嘅。咁啊，董明朗同方嘉柏今季合作0-2，上季合作18隻，1冠1次第3，比較平凡啲。咁呢匹馬呢，上場係賽後送檢馬嚟㗎，咁距離上場賽後呢，隔翻呢26日再出賽，之後呢，試翻個泥閘，10月14號個泥閘呢，有啲嘢睇嘅，兜出去大外檔有翻啲追勢嘅，咁之後呢，就冇再快跳㗎啦，全部都踱步嘅，呢個馬房係有咁樣嘅。但係14檔認真難跑啊！睇翻啲檔位啊，14檔呢係得1冠3次亞軍嘅啫，3% win 13% pay， 上名率極低啊！咁呢匹馬嘅狀態我覺得回落咗，今季嘅狀態唔算太理想，個人手風亦都唔順啊，應該等翻南非㗎啦。咁呢匹馬已經係見盡晒㗎啦，我覺得冇跟進價值，上場送檢馬，今場都係唔要啦。6號川河營區嗱，呢匹馬呢，雖然贏過1650嘅，呢個路程呢，跑過7次，有2個冠軍。咁潘頓同尤達榮今季相當差嘅喎，0-4輸咗3隻熱門嘅喎。上季好啲，6冠2亞2季，尤達榮呢比較難撻着喎，今季嚟得好遲啊！嗱，睇翻啲賽績啊，佢喺上季泥地呢，贏嗰啲馬叫風繼續吹喎，贏嘅水準就唔係好好啊，793場次。咁之前呢，再贏咗一場呢，叫飛騰追喎，都係4班馬嘅啫喎。而家呢個評分去到55分呢，好似呢摸摸地頂喎，冇再進步空間㗎喎，冇再進步啊，6歲仔㗎啦。咁潘頓再跑啦，咁上場68場次呢，都要輸俾天使名區啊、金區永騰堅有嚟跑啱晒㗎喎，翻嚟呢都冇嘢睇㗎喎，末段走過25秒13，全場第9塊，唔肯接㗎喎，表現失望㗎喎，上場1分40秒44咧，亦都係慢過標準時間好多下㗎。嗱，表現呢唔係咁好啊，呢匹馬咁狀態嚟講呢，上場賽後呢，及翻26日再出賽，4個禮拜呢，只係跳咗1課，咁仲有一個試閘嘅功夫明顯不足喎。有3日呢，淨係踱步冇呢，淨係游水冇踱步添啊，小心啊呢啲馬。咁試閘上面呢，稍期都冇追勢嘅。今次潘頓再跑翻啦，我都唔夠膽睇高啊！我覺得匹馬嘅狀態唔好，同埋呢個能力都唔算太高，偷襲咗㗎啦要等下啲機會。呢隻馬呢，我覺得機會不大有個靚檔都係咁話，我覺得狀態唔算太有優勢，尤達榮都比較嚟得遲啲啲馬唔要啦。8號加州星馳嗱，呢匹馬呢，有啲能力嘅，上季我都中過佢，4歲仔就法國自購新馬嚟嘅，上季贏嗰啲贏1200米嘅，咁喺538場次贏嘅實力歌手標之星，表現出色嘅，時間就唔算太快，佢要靠後上嘅。不過呢匹馬呢，有個問題就出閘非常回慢多次出閘回慢，尤其是上一場添好慢嚟到包尾咁次次出閘咁慢呢，都係會成為爭勝嘅障礙嘅。咁佢呢，上場呢又係出閘回慢之後呢，翻嚟有唔錯追勢23秒11啦，咁全場最快嘅。不過你一出閘呢都輸咗㗎啦，咁你唔搞掂個出閘呢就好難搞嘅。咁賽後檢驗並冇明顯異常之處啦，咁睇翻啲操練上面啦，冇試閘嘅喎，上場賽後呢亦都係夾翻呢18日再出賽，3個禮拜呢就3課冇試，但個大細閘都冇試㗎，咁拍跳亦都冇，而且又冇咗游水喎10月27號呢，鍾易禮呢最後快試頭段30個4，末段26秒6㗎，慢功夫嚟㗎喎。禮匹馬咁多次呢都係出閘回慢呢，都唔試翻個閘呢，我就覺得唔係好夠誠意啦咁你睇到啦，見到啦680場次出閘回慢，603出閘10分回慢。跟住538出閘普通，跟住471出閘回慢，341出閘回慢，302出閘回慢，差唔多次都出閘回慢嘅喎。咁你點樣跑呢？1650仲要靠後追
追咧死上嚟咧要少少辛苦㗎，8檔都唔係太理想啊。早段咧都要走去2、3碟㗎啦，你又要兜出去衝，我覺得跑法非常之被動啊。就算啦，你而家狀態係唔錯，不過你始終咧有缺陷啦，始終唔係太理想。未跑過1650又要靠估嘅，跑過一次1650不過係輸咗嘅，都係要靠估㗎啦。上次咧跑1650跑嚟14輸20個馬位啊，即係唔得㗎。呢隻馬會熱門㗎，因為有走咗光有走勢啊。嗱，血統咧一定得嘅，花旗嘅子字，媽媽出自咧Annaba 嘅子字啦，亦都跑1900米上名嘅，長力就一定得㗎啦。不過出閘真係好考功夫啊！咁如果出唔到閘咧，就冇㗎啦，唔值得熱門啊！呢匹馬咧係機會馬嚟嘅，佢有機會入3甲，要搞掂個出閘先。我冇咁多位俾佢啦，佢係熱門，我覺得咧嗰個出閘搞唔掂啊，飛起佢唔要。佢有機會入嚟嘅，你又有注碼就拖啦，我又唔拖啦，因為咧我覺得冇錢分啊。9號晉王勝呢匹馬咧大敗嘅，3次出賽輸近30幾個馬位，曾經有前腿又不良於行又跛嘅又冇前速次次都跑14嘅，都唔知咩馬嚟嘅。咁6歲㗎啦，澳洲嘅自購新馬嚟㗎，完全係冇進步空間，不知所謂。潘大衛拍葉楚航亦都係0-2嘅，全部輸晒嘅。呢啲點樣操練都搞唔掂㗎啦！佢哋上場賽後救翻11日咧，2個禮拜只係跳咗1課，慢功夫頭段29秒1，末段25秒1啊！呢啲冇機會嘅馬嚟㗎，唔要啦。11號青春力量青春力量咧未跑過嘅路程嘅，不過以往咧1650同埋1600米係得嘅。今次配上班德禮同希斯，今季合作好㗎，3個冠軍，不過全部都係好有心得。咁外地賽績咧喺外地咧泥地咧就冇試過嘅，不過1里係唔錯嘅。咁血統上面啦，泥地咧都睇唔到有乜嘢㗎，父母兩線都冇泥地色彩嘅，係有啲長力咁啦。不過泥地試過1次咧，泥地1200米咧就係唔得嘅，都係輸嘅。今季季初1役咧上名16場次，憑住超慢步速咧先頂個第3，乜都賺晒㗎啦。所以之後咧紅海勁後上好勁啦，咁啊〜率先反先㗎啦，青春力量咧冇嘢可讚咧，之後上場咧打回原形㗎啦。咁呢場有冇慢步速咧？我預計都係冇㗎。咁呢匹馬咧就係有啲慢步速先會賺嘅馬匹啦，勝在跑法主動嘅啫。跑泥地咧都係試一試嘅。之前曾經咧報過田草1600米嘅，不過後備4，今次咧配上泥地，配上班德禮唔算太好啊，同埋個磅咧跌咗18磅喎，同佢贏馬嘅時候咧仲會差咗10幾磅㗎。佢贏馬係1026磅啊，咁而家都係重磅啲，要減下肥啊，仲要咧操下先。而家47分唔算太有利，可能咧想減多2分啦，然後拉低分就偷襲㗎。呢匹馬上場賽後救翻15日再出賽，隔1日就運上從化操練，有登山跑道嘅，不過冇快功夫冇希斯嗰啲殺手鐧。10月28號今朝咧進行最後快試，頭段26秒9慢功夫嚟嘅，5歲仔北半球馬仲有進步空間嘅，季尾會好少少嘅呢匹馬，稍後我哋先跟進啦。呢匹馬一檔咧會近嘅，不過咧要有跑道形勢幫下佢手先，佢要賺慢步速，有慢步速就啱佢跑，冇慢步速咧就冇用㗎啦。佢會近嘅機會馬邊線腳啦，頂攏晒籠邊線冷腳啦我冇咁多位啦我唔要啦。13號風繼續吹，上季曾經咧有一日咧後上跑第2㗎，793場次憑住濕地，不過佢贏隻閃耀威龍，衝嘅時間23秒77，全場第一快嘅末段時間1分39秒81咧，同標準時間咧差唔多，係可以接受嘅。咁佢輸俾川河營區，咁就唔算太叻。佢贏嗰啲咧閃耀威龍開心三多飛騰追翠兒威威，全部都唔得㗎喎。咁呢場水準咧有待疑問。不過今季咧季初咧2戰咧都好肯追㗎喎今季已經跑咗2戰，全部都1600米嘅濕慢地呢1600米2次跑後上嘅，一次跑24秒72全場第7快，上場24秒14
4，全場第1快嘅末段時間，即係話佢嘅狀態咧係可以嘅。而家係評分新低，由70分減到42分，有水位，7歲仔冇進步空間，熬底質。而家咧佢呢個狀態咧係可以嘅，1650跑過5次，有1次亞軍識上名嘅。潘明輝同鄭俊偉今季合作8隻，有1亞1季成績俾佢搏嘅。上季2冠2亞4季成績，操練上面咧亦都咧係齊整嘅。距離上場賽後計翻26日。3個禮拜咧跳咗3課嘅，有拍跳功夫。10月25號咧進行最後快試，頭段27秒7，末段23秒8，有快功夫嘅。個磅亦都 keep 得唔錯啦，1170幾磅嘅馬仔，同佢上咩嘅時候咧差唔多。呢匹馬有能力嘅，佢有邊線腳嘅機會，佢識入位嘅，而家評分有着數，可以拖1票嘅。我冇咁多位俾佢啦，佢係個檔唔好嘅啫。如果臨場利後上兼夾鄭俊偉有手影呢，大家可以拖住1票。佢而家評分有着數，隨時可以撳掣掃晒嘅。呢匹馬係有能力嘅。13號嘅風繼續吹。好綜合我第6場4班1650米嘅賽事，我首選嘅馬膽係2號瑞奇威風。單 Q 搏一搏，14號大利好運，一拖3嘅 Q 腳拖翻10號嘅海洋帝君同金區永騰，一拖5嘅3、4重彩腳拖翻7號嘅本領飛王同埋12號嘅精明選擇，注意翻5號嘅飛騰追係賽後送檢馬唔要啦。咁我覺得咧，大家都可以啦，Q 位置 Q 鐵角啦，2號4期威風，10號海洋帝君同14號嘅大利好運咧，好值得大家搏下呢條鐵角咧 ，Q 位置 Q 咧都應該咧有錢分㗎。Win 咧孖寶咧亦都可以買啦，因為呢啲咧都係有錢分嘅馬匹嚟嘅，博啲孖寶射上射下咧都唔錯㗎。咁第3號馬鐵嘅尾關已經分析咗啦，咁我分析埋頭關。第5場4班草泥地1200米賽事，我一樣會選擇3號星火燎原。我覺得呢匹馬咧喺泥地咧會再跑好少少啦。佢泥地性能相當之好㗎，睇翻嗰5個表，泥地1冠4亞成績咁。星火燎原總時間1分09秒14，10個月前做全場第3快，23秒03，全場第4快嘅末段時間，佢爆得起嘅。泥草加怡嘅徐雨石嘅馬亦都好鬥志，今次咧由梁家俊停賽換上布文攀大頭減少死磅，而且咧冇咁重嗰隻咧日日獎啦，佢會好跑啲嘅，而且個檔位亦都好，8檔亦都唔錯嘅。咁我作為馬膽嘅首選啦，呢匹星火燎原咧又徐雨石馬房配上布文130磅53分8檔，5歲嘅澳洲自購新馬嚟嘅，1162磅嘅馬仔咧，同佢贏馬嘅時候咧重咗大概30磅到，大隻咗㗎。今季明顯咧長成咗㗎，上季交出2冠7亞成績非常之準成㗎，喺徐雨石馬房嚟講咧已經係相當之好㗎啦。咁喺上季咧泥地咧有唔錯嘅表現㗎，曾經咧喺422場次啦，濕泥啦都跑第2，輸俾運來勇士。喺快泥潘頓12檔，亦都跑第2，輸俾黃龍飛將。黃龍飛將贏到上3班一樣贏馬㗎。咁喺咧272場次輸俾自跑得，贏隻超加加一樣跑第2，輸半個馬位。自跑得喺3班又係贏馬嘅。當其時223場次用何澤堯排住2檔，贏隻歷史奇葩贏3個幾馬位，彈甩嚟贏嘅。之後逆市奇葩煲保中㗎。呢匹馬嘅質素唔錯㗎，能力係好嘅，喺4班經常可以喺呼風喚雨嘅。咁而家評分咧有着數53分，仲有進步空間。你只要諗下佢對啲對手嗰啲勁嘅對手就得㗎啦。咁之前咧做啲自跑得呢啲咧全部都勁嘢嚟嘅，唔需要擔心。咁騎練組合上面啦，今季雖然0-4，上季有1冠1亞2季嘅成績，係馬房殺手嚟嘅。呢個路程跑咗8次，有5次上名，超過1半上名率。咁最近嘅狀態咧已經係操起咗㗎啦。對上2次咧都係跑第5、跑第6，末段時間22秒77，全場第1快嘅末段時間。之前嗰場23秒54，全場第6快嘅末段時間，都好肯追嘅。咁上次大冷門啦，排住11檔啦，沿途要外碟啦，翻嚟跑第5咧已經算好好㗎啦。1分09秒73，亦都係快過標準時間嘅。咁當然啦，嗰場馬咧檔位受制於啦，同埋一個快步速啦，佢係受害者嚟嘅。咁而家咧經過2場嘅熱身之後咧，已經灌注咗能力㗎啦。操練上面佢哋上場賽後隔翻22日再出賽，隔
隔2日復課，冇上從化，3個禮拜跳3課嘅，有拍跳功夫，功夫辣嘅，有游水，有拍跳，齊整㗎啦。10月26號嘅最後快時，頭段29秒2，末段24秒6。咁只要報名咧，守住個2碟兜出去衝咧，機會擺咗喺度嘅。我大膽起用呢隻3號星火燎原作為我馬膽嘅首選。單 Q 波博，我上場嘅愛區9號起行已經走咗光㗎啦，不過今場都會賠率嘅87場次，咁就濕泥嚟嘅，咁就後上跑第2，末段時間23秒51啊，嗰個末段時間都係唔錯嘅，全場第4快1分10秒02，快濕地嚟講咧算可以㗎啦，咁啊輸俾隻日日獎就無話可説嘅，贏甩嗰隻咧就叫做贏得爽同埋大番薯。表現能力係恰可嘅，正在側身進步，1100磅嘅馬仔已經收身上力㗎啦。咁啊，騎練組合上面啦，楊明銀同希士今季合作17隻，有2個亞軍係搏冷門嘅。咁血統上面咧，亦都嚟自 Deep Feel 嘅支持啦，Deep Feel 跑泥地係可以㗎呢隻馬。咁2檔亦都好好跑。咁操練上面咧出埋殺手鐧㗎啦。咁運上從化操練㗎，距離上場賽後咧隔翻18日再出賽，隔1日就復課運上從化操練，跳咗3課出翻嚟跑㗎。10月27號咧進行最後快試，頭段27秒2㗎。呢匹馬咧收身上力輕翻18磅，會再好跑啲，2檔兜出去衝，機會擺咗喺度嘅。咁我冷地咧就係星火燎原咧搭起行呢條單 Q， 一拖3個 Q 腳拖翻路程專家1號日日獎大熱門嚟㗎啦，但係咧真係實在太準啊！呢隻馬跑咗19次，有4冠4亞2季，泥地好手嚟嘅。咁6歲仔冇進步空間，不過希威森同方嘉柏今季咧合作如魚得水，1冠1亞2季嘅成績相當之好嘅。咁11檔確保兜出去衝嘅呢匹馬又係要兜出去衝嘅，上場咧贏到隻起行冇得跑啊！咁92蚊咧賣到咧相當之舐嘴啊！竟然1分09秒58，同邊個時間差唔多啦，因為嗰場濕地嚟㗎嘛，贏到隻起行冇得跑。咁之前咧都同啲奧華威威啊、開心5月啊、天灑落啊、熾烈神駒跑呢啲全部勁先生跑全部都好嘅，4班就超地㗎啦。呢隻馬進步咗，而且泥地專家取嚟上場賽後咧隔翻18日再出賽，3個禮拜冇跳過㗎，全部都係踱步游水㗎。呢個咧方嘉柏不嬲嘅作風嚟㗎，唔出嚟跳，最後快試都冇埋㗎。1192磅，越嚟越大隻啊！呢匹馬健康情況一切正常嘅，全部都有踱步出嚟露面㗎。呢樣嘢唔使要擔心，有游水添，咁狀況良好嘅，咁 keep 住個體能就冇問題㗎啦。1號嘅日日獎都要拖埋㗎。另一匹冷腳2號運來5寶啊，咁呢匹馬咧個狀態咧冒起咗喎，上場初出咧排住10檔咧撻啦，沿途咧走4-5碟㗎，咁之後咧狂追咧末段22秒95，遇上一個慢步速翻嚟咧冇乜嘢睇嘅。雖然賽後送檢馬，不過咧已經係撻着咗㗎啦，1109磅嘅馬仔咧，今次咧輕翻8磅。明顯咧收身上力咗嘅，之前咧喺谷草咧1200米啦，好耍家㗎，753場次啦，咁跑1分10秒2，末段22秒77，全場第1快嘅末段時間，經常咧有啲末段爆炸力唔錯㗎。呢匹5歲仔咧仲有進步空間㗎，實質係4歲11個月嘅啫。咁泥地咧佢試過一次之前咧就唔得嘅，但係出自小法寶之時咧，以往小法寶啦同埋媽媽嗰邊咧加斯巴麻咧泥地係好出色㗎。呢隻馬泥地得嘅情況咧，應該可以接受㗎。我覺得唔會唔得㗎呢匹馬，而家靠後上咧會好好跑。呢隻馬咧都係咧pace 當邊度咧嘅馬揀選嘅之一嚟嘅，好搏㗎呢啲馬。咁喺外地咧都係贏啲遠地嘅。咁快活谷得嘅馬咧，通常泥地都得㗎，唔需要太擔心。黃志雲同尤達良咧，今季合作2隻就輸晒嘅，上季合作咧4隻，有1隻大亞軍㗎，就係運來5寶，人馬係合拍嘅。咁操練上面啦，經過咧熱身之後咧，佢嚟上場佢又隔翻15日再出賽，2個禮拜咧跳咗3課㗎喎，有一課咧就係咧晚圈慢度㗎。咁10月27號咧最後快試33.2嘅。保持咧嗰個體能咁個狀態慢慢推升緊，而家8-9分水平正在冒升緊㗎。咁56分仲有少少水位嘅，我覺得4班都仲係超地嘅。佢唔揀谷草揀泥地咧，亦都有啲打算㗎。呢隻冷門咧可以高度關注啊！一拖3個 Q 腳咧，我搏呢隻2號嘅運來5寶係冷門之選嚟㗎。
另外1拖5嘅3、4重彩腳，拖翻10號嘅有心裏有數。坦白講，呢匹馬已經係失望咗好多次，希望轉為泥地咧會有啲色彩啊！呢匹馬咧已經係咧類人咧輸過唔少錢㗎啦。咁但係咧泥地可以憧憬下嘅，外地咧就跑呢個遠地咧會好少少嘅。血統上面咧史雲尼斯嘅子嗣啦，咁嚟自咧有啲金鑽貴人實力派呢啲咧泥地應該係可以嘅。咁以往咧泥地咧都有啲試集咧都有啲嘢睇嘅喎，都好肯追喎，可能泥地性能係唔錯㗎。咁呢匹馬咧評分已經係着數㗎啦，肯定着數嚇。不過而家係爭咗咧咩場地甚至乎路程咧，而家要揾嘅啫。64分減到嚟45分係有水位㗎啦。5歲仔正在進步之中。咁騎練組合方面啦，蔡明紹同蘇慧賢今季合作就差啲0-12，上季 OK 嘅3冠1亞兩季。星期4咧蘇慧賢都有手馬俾蔡明紹搏㗎，呢匹馬都係冷門之選，我相信今次嘅賠率咧會有翻啲嘅。咁操練上面咧，距離上場賽後夠翻8日再出賽，咁隔1日復課嘅，游翻水度翻步嘅，健康尚算正常啊。希望保起狀態，泥地性能再跑高啲，3檔再幫一幫佢手，佢會好近嘅。1拖5嘅3、4重彩腳，拖翻10號嘅心裏有數，因為佢經常都跑啲3、3、4、4、5、5咧，佢會接近㗎，我就拖佢一票啦。咁另一匹配腳就11號金多喜上場稍追喎，末段時間22秒63，全場第一塊。雖然嗰場70場次咧嗰個水準唔算太高，但係跑1分09秒11咧，亦都係快過標準時間嘅，證明咧4班嘅千二米係夠㗎。咁呢隻馬咧早段係立腳啲，末段都有爆炸力嘅，22秒63嘅全場第一塊啦。今次會過嚟咧泥地跑，泥地咧血統上面咧出自咧美國係嘅喎，爸爸嗰邊咧出自美國血統㗎，有啲長力㗎。媽媽出自咧 Excel 早熟速高馬啦，都係咧泥地短途快馬嚟㗎啦。咁呢啲馬咧做好晒嘢嚟跑嘅，試集上面咧好出色嘅喎，神貨起錄咧試集咧一放到底嘅，後追咧幾好嘅，300米攞正平衡咧力刷到終點嘅，人隻銀王輕標有型勇士，雖然對手唔算強，但係咧證明泥地嘅個性能係唔錯先。咁今次嘅6檔亦都會好好跑啦。咁已經係熱咗身㗎啦，試咗一場場地，咁亦都做埋個閘啦。嘢咧做好晒嚟跑。田泰同安同伍鵬志今季合作咧10隻，有1隻亞軍，上季合作2冠7次第3啊。咁功夫嚟得積極嘅，距離上場賽後計翻26日，4個禮拜跳咗3課嘅1課嚟閘。好有誠意，有拍跳功夫。10月27號咧進行最後快時，頭段28秒1，末段23秒3啊！如果成為冷門咧，都適合咧拖一票㗎。今次會帶綁會綁咗你去㗎，帶眼罩綁嚟㗎。咁應該咧會再好少少啦。119磅咧，而家綁好輕啦，42分唔需要落班㗎，落班冇賠率啊！呢匹馬可能倒咗先嘅，會好近㗎。1拖5嘅3、4重彩腳，拖翻10號金多喜。只要我唔要嘅馬匹咧，逐隻分析啦。4號跑得好快，呢隻馬有少少失望嘅，但係對上2場經已有追齊啊！呢隻馬有分㗎，而家咧落到52分，評分有水位。不過泥地咧要估一估啊。父母兩線咧冇乜泥地色彩㗎，佢有啲分喺手，有啲狀態嘅，狀態最近冒起緊，但係咧嗰個操練咧唔算太積極，距離上場賽後咧隔翻18日再出賽，只係跳咗2課，功夫唔夠而且咧呢個馬房要啲功夫辣啲，今次會重綁嚟重新綁嚟嘅。咁騎練組合唔算太好啊，今季有2個冠軍，輸咗5隻，上季1冠4亞兩季。我覺得備戰功夫唔夠辣，佢有分喺手，佢會近嘅。我覺得觀察多一劑先，我覺得泥地亦都未必咧啱佢跑嘅。5號天下寵兒，天下寵兒咧狀態回落咗啦，泥地咧應該咧都唔係好夠跑㗎，因為咧佢冇得泥地色彩Superstar 嘅子嗣啊。咁父母兩線咧媽媽嗰邊咧嚟自咧星運時機就好舊嘅馬匹嚟㗎啦，都冇乜泥地嘅血統嘅。咁最近啲表現咧相當之失望啊！今季出咗2次夾埋輸10個馬位，冇乜前速，亦都冇咗後勁啊！咁可能咧評分好盡㗎，上季打到死唔死咧交代咗㗎咯喎，今次排1檔都唔係太理想。5歲仔仲有進步空間嘅，操練上面冇乜變化，佢哋上場賽後隔翻22日再出賽，3個禮拜跳4課，功夫平淡啲，冇拍跳冇試集嘅，我覺得仍然要減緊分啊！呢隻馬質素唔算太好，4班馬嚟㗎咋，亦都唔係泥地馬。
6號福國寶彎咗噶啦，完全彎晒啊！呢匹馬曾經心律不正啊，右邊盤骨受傷，跟住又閹過，跟住動作有疑慮，後腿不良於行，全部跑唔翻噶啦。1227磅馬仔肥到豬咁啊！6歲仔冇進步空間，12檔亦都難跑，妹妹仔搞唔掂噶啦。試閘跨啦啦啊，出賽就巴啦啦，全部都散晒嘅。呢啲馬咧完全咧失去咗角逐情緒噶啦，傷患亦都好嚴重，等退役嘅啫，唔要啦。7號運來勇士上場極度失望，97場次守住個靚位，沿途入到直路散晒嘅。賽後檢驗並冇明顯異常之處，可能咧戰鬥力大打折扣噶啦。6歲仔冇進步空間，喺上手馬房已經用盡噶啦。以往泥地係可以嘅，一冠一亞一季。今季鍾易禮同葉楚航合作成績差。7隻得1隻批，上季合作31隻，一個冠軍，一隻第3。咁操練上面亦都冇變化，好疏操嘅。距離上場賽後夠翻15日再出賽，2個禮拜跳2課，全部慢功夫，冇積極冇游水，咁冇拍跳功夫，咁呢啲馬唔要啦，好難變到身噶啦。我覺得咧要不斷減分啊！而家個戰鬥力下降得好快啊，因為咧年輕嘅時候可能用得好多噶啦。8號大眾快驅出賽3次夾埋輸緊40幾個馬位，冇前速亦都冇後勁嘅，呢啲嚴重傷患馬匹嚟㗎。咁曾經又有喘鳴症啦，喘鳴症影響甚大，1200磅嘅馬仔，咁好大隻嘅，試閘咧都要好懶嘅，咁不斷催策咧先會喐少少嘅啫，10檔亦都好難跑。何澤堯同羅富全合作成績差，今季合作1隻輸咗，上季合作12隻1冠3亞，就算合作得嗰隻咧，都係咧爆冷嘅掌聲嚟㗎。我就覺得唔係太好嘅，操練上面咧不斷咁操㗎啦，距離上場賽後咧隔翻144日，今季初出，但係咧試閘咧唔係太理想，功夫就齊整嘅，1200馬仔都要熱身，泥地亦都要估話，父母兩線咧亦都冇泥地色彩嘅，媽媽嗰邊咧出自小法寶，稍為好啲啦，不過係中長途馬嚟啩，唔係咁短喎，而且比較遲熟啲，我哋暫時觀望態度唔要啦。12號順善寶，咁呢匹馬之前賭過錢㗎啦，喺1400米近過嘅，冇乜爆炸力，上場咧快放翻嚟斷咗嘅，咁賽後檢驗並冇明顯異常之處。上場咧賺咗慢步速翻嚟散晒嘅，佢話進度咧唔係嚟得好好啊，短期內再出咧18日再出賽咧，運上從化操練之後咧跳咗2課又跑㗎咯喎，咁10月27號咧拍跳同隻有型勇士拍跳，頭段27秒7，末段25秒半啊，冇乜爆炸力啊，好均速啊質素唔算太好，4歲仔仲有進步空間，而家摸緊底啊，咁52分減到嚟42分，仲係要時間去摸索，咁血統上面啦，亦都唔係有泥地色彩㗎。嚟自爸爸嗰邊咧，嚟自咧True Star 嘅子嗣快馬啦，媽媽嚟自迪倫㗎，應該有長途血統嘅喎，呢匹可能係中長途馬嚟嘅喎，唔需要太心急，而家可能有個口嘅啫之前已經搏咗㗎啦，明顯係搏失咗嘅，可能等落班爭埋嗰2分嘅啫。呢匹係同情實力馬，呢匹係咧賽後送檢馬嚟嘅，唔要啦。綜合我第5場。第3號馬 T 嘅頭關，第4場泥地1200米，我首選嘅馬膽係3號星火燎原，單 Q 搏一搏9號起行，一拖3嘅 Q 腳拖翻1號日獎同2號運來5寶，一拖5嘅3、4重彩腳拖翻10號嘅心裏有數同11號金多喜，注意翻7號嘅運來勇士，12號嘅順善寶係賽後送檢馬，8號嘅大眾快驅係一匹雙環馬匹，唔要啦。多謝大家收聽，希望幫到大家贏錢啊！最後希望大家 subscribe 我重錘 Ryan 賽馬攻略頻道 ，subscribe 我重錘 Ryan 賽馬攻略頻道，俾啦我條片留言支持我，另外咧 share 條片俾朋友仔睇下。多謝晒大家支持，下期再會，拜拜。